會造成大混亂嘅棒棒堂。呢日 fans 千等萬等，終於等到啦佢哋第一次嚟到紅館咧開演唱會啊！喺聽歌嘅同時咧，更加為佢哋嘅偶像咧大聲吶喊啊！台灣人氣組合棒棒堂終於嚟到香港紅館舉行亞洲巡迴演唱會首站，除咗 fans 嚟支持偶像之外，有近100名嘅棒棒堂親友仲特登隨團嚟香港睇 show。當棒棒堂一出場 ，fans 隨即陷入瘋狂狀態，不停歡呼吶喊。佢哋六子仲着上咗重達10公斤嘅鏡鏈戰士裝，又唱又跳 ，fans 仲唔大飽眼福咩？除咗演繹自己嘅歌舞之外，棒棒堂成員傲犬更加模仿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大跳經典 Moonwalk 舞步同埋機械舞，向 MJ 呢位舞台王者致敬。而喺演唱會之中，威廉亦都讀出咗一封寫俾年初因為癌病去世嘅父親嘅信件，令到唔少 fans 感動落淚，場面非常感人。